Why must we all hold back? What we think, how we 槟榔 feel. 只属于第一类致癌物质，不管有加东西冇加东西，全就会致癌。 抗议！癌门塞山有好门，咱过来撞堵的状况还冇了解，唔可以用台北人的想法来批评伊啊。咱你要带下去，癌门马个时间归台北。哎呀，冇講話再去台北。那你就要在外面。按講你嘅話，如果你講緊槟榔嘅觀察，你喺台北係太少嘅，既然對槟榔嘅感情嘅咯。